中国内蒙古发生了牧民骑马和骆驼抗议活动，牧民抗议地方政府对一起汉人暴力攻击事件处理不力。据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12月17日下午，近100名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牧民骑着马和骆驼到旗政府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我们通过电话连线，请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主任恩赫巴图先生介绍事件的详细情况。恩赫巴图先生，你好，在线上吗？你好，你好。首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抗议发生的缘由，它的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这是在当地时间，12月17日下午3点呢，这个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大概有100名牧民呢，骑着骆驼和骑着马。上街到这个旗政府大厦前面，要求呢额济纳政府对2015年12月6日所发生的甘肃省汉人袭击额济纳旗事件做出一个解释。牧民们说呢，就是在过去几十年来，甘肃省汉人多次这个袭击额济纳旗牧区，强占牧民的草场，破坏他们的财产，并这个殴打和侮辱当地蒙古牧民。当地政府呢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这个牧民的合法权益。当地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呢就是报道说，当地时间2015年12月6日凌晨3点左右，额济纳旗有个地方叫马连井这一个地方呢，有一个检查站，这个甘肃省大概有这个100多名这个蒙面人员袭击这个检查站，完了呢就切断了这个检查站的电源，破坏了这个设施，也殴打了这个13名工作人员。完了呢就是12月10日呢，就是甘肃省警方说，他们已经逮捕了这个10名涉案嫌疑人。恩赫巴图先生，这个事件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事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偶发的事件，还是类似的事件在这个牧区经常发生？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土地纠纷的问题，这是一个民族矛盾，这个民族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是这种类似的事件呢，经常在蒙古地区发生，尤其是在这个地区呢，这是也从这个上世纪这5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冲突，这个蒙古牧民，当地蒙古牧民和这个汉人之间的冲突呢，主要是一个就是牧民和这个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上世纪50年代呢，中国政府在甘肃省和这个额济纳旗接壤的地区设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侵占了大批草场。完了呢就经常发生类似的这个冲突。第二种这个冲突呢，主要是这个甘肃省普通的这个农民到这个额济纳草原就乱开发，就是挖草药等等。还有呢是这个是牧民和这个矿业公司和其他这个企业之间的冲突。近几年来呢，就是很多这个外地的矿业和旅游公司呢，到这个额济纳旗侵占这个牧民的草场，从事各种企业活动，包括呢就是开矿，还有这个搞旅游等等。恩赫巴图先生，刚才你提到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族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我们知道这个蒙汉关系和这个就是汉藏关系，还有汉族和维吾尔族人之间的关系相比起来，就是说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少一些这种冲突。那么最近这些事件似乎越来越多了，这是现在一个比较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吗？为什么现在蒙汉这个之间，就是汉人和这个牧民之间的这样的矛盾的事件，现在越来的越多了？
其实实际上这个蒙汉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新的，也不是以前也没有，以前也经常有，但是呢，主要是第一，在这个国际社会和这个国际媒体对这个蒙汉之间的冲突问题的这个关注，那以前是没有那么多，现在呢就是逐渐就是这个。国际社会也去关注这个蒙汉之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这个冲突呢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这个因为这个蒙古地区呢，就是中国政府就是也从2009年开始，就是他们就是鼓励这个外地企业到蒙古地区牧区开发。开矿等等，所以呢，这个就是威胁这个蒙古人的这个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以牧民呢，现在就是在各个地区，就是南蒙古的各个地区呢，就牧民现在抗议，举行各种就是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呢就是保护他们的这个合法权。好，感谢，这是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主任恩克巴图先生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